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鸿海日。这个鸿海集团推出着本土的电动车，这台是由鸿海甲如良合作研发的。这郭台铭阁亲身把这个车驶到会场。鸿海集团电是因开发一年的电动车，即摆总共电出3款的电动车。除了鸿海董事长刘永伟亲身主持以外，也有2位神秘的嘉宾，就是如良执行长严丹李连，还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，因拢有到现场。郭台铭佫亲身驶电动车入场，互大家真惊喜。今日都是郭台铭71岁生日，伊讲即摆电动车发表对伊来讲是上介好的生日礼物。是我这一辈子71岁以来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，新世代环保节能电动车。针对这3款电动车，董事长刘永伟表示讲，其中一款的价格会控制伫2位数，这对着电动车的市场来讲，会引起真大的变化。同时，鸿海嘛表示讲，因的目标是全世界电动车市场的5%，营收目标是300亿美金。